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皮叔，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市、胡指、胡 A， 还有胡一进老师。今天胡市三大指数震荡整理，截至收盘，沪指跌0.03%，这个盘控的可以说是非常精准了，收报3503.78点。深成指呢跌0.22%，创业板指数跌0.22%。你看跌的都不多，关键是沪指险守3500点，不辱使命。这个沪深两市成交额14420亿，比上个交易日少1700亿，也就是这个叫缩量震荡。这个个股涨多跌少，全市场3200只个股上涨，大概1900只个股是下跌的。今天医药股还比较活跃，不知道抽的是哪门子风。这个按理来说，最近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似乎还可以，比较亮眼。你比如说国家统计局的消息，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60536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5.3%，也就是咱们 GDP 上半年是5.3%，这个有点超预期。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.4%，二季度增长5.2%。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.4%，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.5%，比一季度加快0.2个百分点。这个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%，比上一个季度加快0.4个百分点，也是245458亿元。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48654亿元，同比增长2.8%。也是受房地产拖累，如果把房地产这块扣掉，那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6.6%。更大的好消息，这个是关系到大家的收入，叫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40元，同比名义增长5.3%，扣除价格因素，实际增长5.4%，也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长了5.4%。大家不要再管说找不到工作，说什么降薪、按揭贷款还不起，你的收入涨了，回去把你的存折好好看一看，这是统计局说的啊。如果你发现你的存折没涨，那你从自身找原因，别人都涨了。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.2%，比一季度下降0.1个百分点。什么意思？咱们上半年失业的情况有所好转，失业率下降了0.1个百分点，也就是找工作相对来说容易了一点。所以你如果还没找到工作，你找工作难，那也得从自身找原因。咱这都是好消息，在这么多利好消息的情况下，这个沪市它就是不涨，还在3500点这儿上蹿下跳。这个券商中国报道 ，A 股股民已超2.4亿。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，咱们一直说2亿股民，2亿金融消费者，现在已经是2.4亿了。中国结算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底投资者总数为2.37亿。中国结算解释称，期末投资者数量指持有未注销、未休眠的 A 股、B 股账户的一码通账户数量。根据现有规则，一个投资者只能拥有一个一码通账户。中国结算的统计口径是股民人数本身。也就是你在几个券商那儿开户，那你也只算一个。上交所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末，上半年 A 股新开户1260万户，这个是崭新的韭菜。上交所统计口径为账户数量，受一人3户政策影响，账户数量会多于投资者数量。这么推算，那就是假设每个人的3个账户，那上交所上半年也新增加了420万的投资者，420万个新韭菜。截至去年底，投资者数量是2.37亿，今年上半年新增420万投资者，也就是说，那么到这个6月底 ，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达到了2.4亿。这个截至2024年末，中国结算登记存管的沪深证券交易所证券总市值110万亿，主要是上半年新增新韭菜420万，2.4亿金融投资者，那就说明每6个人里面就有1位股民。但是不好的消息是今年新开户的股民这个增速比往年要小。过去10年间，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每年新增投资者是超过1000万，那今年上半年大概只有420万，那全年恐怕也就800多万。
那就是比那个1000万已经小了。新韭菜有点供应不上了。我们再看媒体报道，中国人寿拟清仓杭州银行，套现超30亿元。中国人寿酝酿清仓杭州银行股权，计划减持所持的0.7%股份，约5079万股。若按当前股价估算，可套现8.6亿元。自2021年起，其已分3轮减持杭州银行股份，累计套现超30亿元，投资收益率超160%。作为2009年战略入股的老股东，此次清仓或与其优化资产配置、平滑投资收益波动相关。你看看，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，随着银行股的大涨，银行股里面的这些机构投资者、小股东恐怕都会纷纷减持，让出筹码。你金融消费者，你小散户喜欢的给你。中国人寿是保险资金从杭州银行，杭州银行也是不停的创新高。下半年恐怕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或者小股东会择机减持套现，获利了结啊，换一拨人，换刚才这400多万的新韭菜来站岗。我们再看这个，也是媒体报道，这个新股现在发行速度加快，这个新股遭到爆炒的这个炒新股之风又重新被点燃。上尾新材6连板，7月16号，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尾新材开盘即一字涨停，报23.24元每股。自公司股票复牌以来，其已连续6个交易日上演20厘米涨停，累计涨幅近200%。这个上尾新材短短几个交易日，股价翻了几倍，无非就是讲一个具身智能企业，也就是讲个机器人故事，继续炒作，免不了一地鸡毛。我们再看看这个永辉超市，这也是媒体报道，7月14日晚间，永辉超市发布业绩预告，受门店调改、闭店等因素影响，公司上半年预计净亏损2.4亿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，净亏损8.3亿元。去年同期公司还在盈利状态，半年实现营收378亿元，规模净利润2.8亿元。这个也就是说，永辉超市跟去年相比，去年这个时候还是赚钱的，半年报还是盈利的，今年半年报就开始亏损8.3亿。这个永辉超市不是在调改吗？不是在学某些网红超市吗？调改也有1年了吧？很多门店不是调改说生意爆火吗？怎么越改还越亏得厉害呢？这个永辉超市有的门店调改也有1年了吧？这些调改过后的这些门店敢不敢把这1年的数据公布一下？这个永辉超市学别人也没错，但是你学的方向错了，你在那儿改那些，越改价格越高。大家自己可以看评论留言，那永辉超市调改之后，顾客的吐槽，价格上涨，他的学别人没有学到人家的核心竞争力，人家的核心竞争力是营销，是搞流量，你把人家涨价你给学过去了有什么用？人家是上热搜的能力，这是人家核心竞争力，你把人家涨价的能力学去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能改出个什么好处来？我看这个永辉超市恐怕也是凶多吉少，大家尽量少参与，小心为妙。咱们还继续说说金融消费者，有大量的新韭菜入市之后，新鲜韭菜它维持了资本市场的一个生态，也资本市场各种骗局，它需要新韭菜来维持。这老韭菜很多都挨过骗、上过当、受过骗，所以再骗它不太好骗了。有的老韭菜被严重套牢，没办法翻身，只能是干瞪眼。所以需要这个新鲜韭菜来活跃一下气氛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新韭菜胆儿大、胆儿肥、敢干。今天我看了一个律师，他也是个知名的律师，是我经常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，还主持很多节目。他就在讲自己炒股的这个血泪史啊。他说他吃了一顿饭，就莫名其妙赔掉了100万，这么一个经历。大家看视频。早上我发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要炒股的帖子，为什么会有如此感触、感言、意见呢？我本人吃过大亏，在2014年股市如火如荼的时候，15年达到了将近6000点吧，然后在2015年的6月1号。有一个认识没多久的朋友张罗了一个局，有2个呢，是所谓的业界人士，就推荐说你去买这个股那个股票，
啊，然后9月1号我们就庆祝可以翻倍，说你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。然后呢，听信了这样的一个蛊惑意见，搜罗啊，把这个能搜罗的钱都搜罗出来，买了某一只股票，他们推荐的股票10万股，花了100多万。头几天呢，坦白说，的确当从一个点涨到以权重为100的话啊，涨了20%，甚至还多一点，我记得。然后呢，就意思走势是按照这些专家、这些朋友的这么个预判走的。结果大家还记得吗？2015年的股灾是哪天？还记得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6月12号。股灾以来，天天跌停，你打开想走都走不掉。后来13块一股买的，最差的时候只剩2块多，拿着吧。结果到最后股市稍微回暖，连配股干嘛的，又涨到5、6块的时候，6、7块的时候，具体不记得啊。那家属把它给出了，赔了整50%到60%，按钱算呢，大概赔了60、70万。啊，说句不客气的话啊，不谦虚的话，这个钱呢，啊，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但你说恶心不恶心？自己做专业工作的，对股市一无所知，回过头来想一想，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，他们是不是在做庄啊？他为什么推荐你买这只股票啊？把你套进来了，就像我前面那个视频所说的，涨20%涨30%你能走吗？人家说是100%呀，是吧？你不会走，但等你想走的时候，人家一看进的差不多了，资金一撤，这一下这盘子不就护不住，就塌方了吗？所以我说我这么一个炒股经历，也是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千万不要听信那些所谓专家啊，所谓朋友的推荐，自己有点脑子，自己有个判断和把握，就不会吃亏。你看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！这个我在咱们的节目里面经常说，你不要相信什么内部消息，内幕消息到你这儿都不知道是第8手还是第9手了，摆明是想让你来接盘的。我记得胡一进老师刚入市的时候也热衷于打听内部消息，经常周末去参加什么基金经理的聚会，什么私募大佬的聚会，完了之后沾自喜，回来之后就马上操作股票，买那只股票，结果还真有涨得不错的，很多网友都应该有印象。胡一进老师听了一些消息之后回来按照消息操作，还真有很多涨的，但是遗憾的是什么？遗憾的是他重仓的那一只暴跌，那些涨的他都是仓位很轻。我记得他回忆过，有一只股票占他亏损的什么60%还是多少，就那只股票亏损跌了，所以让他导致他整个的都是亏损。而那个股票就是吃饭的时候听别人说的，人家给他推荐的。胡一进老师也是深受其害啊。今天啊，胡一进老师又开始给俄罗斯就为俄罗斯担忧了，有种淡淡的忧伤，因为特朗普最近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变化，一边威胁普京，一边要给乌克兰一些武器援助，还要制裁俄罗斯，触碰到胡一进老师的底线。胡一进老师对这个特朗普又开始口诛笔伐，为俄爹感到担忧，为俄爹鸣不平。胡一进老师说，他说特朗普周一对俄罗斯憋出的大招，竟是让欧洲出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，同时逼2个印度和巴西等与俄罗斯联坐。这显然是胡一进老师有点误解了。什么叫误解？欧洲出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，如果真是这样，爱国者导弹是防御系统，也就是说你的飞机、你的导弹不飞到乌克兰，人家也打不着你，人家是防御。这个胡一进老师说，特朗普对俄罗斯明显变脸了，他出的招又自私又阴损，说欧洲你们不是支持乌克兰打下去吗？那么好，你们为美国武器买单吧。另外，俄罗斯与美国没贸易了，但是2个印度有普京要是50天内不与乌克兰全面停火，对俄罗斯加100%关税，由2个印度等其他国家出，那些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将被征收100%的刺激关税，等于是用关税打俄罗斯打不成，就改成打俄的贸易伙伴。随后胡一进老师开始分析，他认为说普京肯定会有紧迫感，他的最佳选择是在50天内完成军事行动，与乌克兰实现停火，
说那样俄罗斯可以保持与美国缓和关系的趋势，同时不让两个印度等国为难。因为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，对俄罗斯来说长期的不确定性非常大。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俄乌政策重新与欧洲合并在一起，俄罗斯最终将很难耗过整个西方，促使美国与欧洲的政策分化肯定对俄有利。随后胡锦老师他又说，老胡个人认为，不排除特朗普和普京之间已经有某种默契，普京已经有意在今年秋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，以现有取得的军事成果做筹码，与乌克兰和欧洲谈判。到那时，战争已经打了3年半，而目前俄罗斯在军事和政治态势上都是最好的时候，不排除普京想见好就收。你看看这个胡锦老师为俄爹也是操碎了心，他认为俄罗斯在50天后停火是俄罗斯见好就收。我也不知道俄罗斯见了什么好，实际上这个俄罗斯已经掉入美西方给他设的这个叫相思局，普京是欲罢不能。50天已经3年半的过去了，50天俄军在前线能干什么？这保不齐乌克兰恐怕在什么地方又搞他一下，别尔格莱德、库尔斯克、布良斯克，甚至克里米亚，对吧？这俄罗斯现在是防不胜防，俄罗斯现在已经到朝鲜又去借兵去了。胡锦老师还在做梦，觉得普京利用这50天还能达成什么一个成果？双方战线都很难突破。50天以后，欧洲和乌克兰的要价是越来越高。现在玩的叫谁眨眼谁输，就是瞪眼游戏。以目前的时空线停火，和平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让乌克兰签领土换和平，那是不可能。停火，以时空线停火，普京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呢？花了这么多钱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得到什么了呢？即便这样停了火，欧盟会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吗？现在制裁已经是第18轮了。如果欧盟不解除制裁，俄罗斯的经济就是崩溃。胡锦老师不要以为俄罗斯跟2个印度做石油贸易，卖天然气，他日子就好过。这个俄罗斯是最不愿意作为2个印度的叫原料供应国。俄罗斯毕竟是大哥，大哥要面子，大哥还想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一个分门别类，所有的产业都有，齐头并进这么一个大国的形象。卖天然气、卖石油，能卖出一个大国吗？所以这个胡锦老师很有意思，他到现在他认为是特朗普跟普京2人有默契，2人互相配合，给普京50天时间，你赶紧动手，50天之后咱们就停止。这50天里面你可劲抢多少是多少，他就这个意思。这个胡锦老师显然叫一厢情愿，他还没有看清这个局势。欧洲会同意吗？那德国、英国、法国都已经摩拳擦掌了，你不要说欧洲，就说南亚，这个南高加索地区，连这个小国阿塞拜疆才1000万人口，亚美尼亚人家都纷纷倒戈，都离俄罗斯而去了。这些人他不比胡锡进老师看得清楚。如果俄爹还炸第2强国的军事强国的这个柿子，你说这个国家他敢离开这个俄罗斯吗？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胡锡进老师打心眼里还是不希望俄爹失败，俄爹要保持一个颜面，爹是不会败的。实际上停不停火，俄罗斯都已经败了，无论是外交上面、军事上面、经济方面、地缘政治方面，他哪个地方没有败？连最后一艘航母都已经拆了麦废铁，黑海的莫斯科号巡洋舰也到了海底，对吧？这俄罗斯的海军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了，马上跟印度是一个级别，到时候也只能跟印度比划。空军那就更惨，它很多飞机它现在已经造不了了，什么战略轰炸机，还有什么 A50预警机，那是打一架少一架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侵略者应该有的下场，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，无非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曲折，过程有点长漫长，但是结局一定是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。胡锡进老师看不到这一点，确实是一种悲哀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